议员参选人蔡立青伫议员嘉隆界被提名参选担市长的第一时间，就呛声伊要选市长爱先过伊这关。加讲伫支持者陪同前往嘉隆界服务处送花圈，并伫遮写下天下第一喙甲卖个办公的祝贺。不过服务处执行长童小云伫一边讲多谢支持等澄清，动作不断。会后也搁伫遮送上主讲动作吉祥物，希望国民党唔通互嘉隆界选无市长，佮无不分区立委通做双面空。祝贺咱嘉隆界议员来互国民党提名，咱嘛公开呼吁国民党，这届绝对袂当去放讲嘉隆界。未来若市长落选，市议员佮无通好做的时阵，老年失业吼，咱用家一定爱来安排一个不分区的议员做。嘉隆界，公开大业不分区。面对蔡立青直接到嘉隆界服务处呛声，童小云强调，因无分哪里，就是当作服务案件依例对待。另外，国民党议员参选人姚正宇嘛到场赞声，期待蔡立青选调才会当伫议会质询嘉隆界。党从来没有办公的这个，我们是选民的支持，所以这次国民党支持我们出来选市长，也是透过人民的诉求，一直请谢议员一定要出来。我们没有办公这种事情，国民党从来没有。如果说他需要对话，他可以过来，我们服务处永远是开门的。我们从开门到现在，我们从来没有休息，所以我们希望人民可以直接来对话。我不需要有这种行动举动，这种举动是不可取，浪费国家社会的资源。刚才那个蔡立青他有提到说，国民党是不是会再放管谢龙介？我相信国民党这一次是全力支持谢龙介。如果国民党还有恶心，我相信我作为一个市议员的参选人，我也没有办法接受，所以我会全力支持谢龙介。另外，谢龙介昨天有提到，他跟蔡立青的父亲是有交情的，所以他希望他在市议会等待蔡立青。蔡立青今天是来蹭声量，谢龙介有那种雅量，接受蔡立青蹭他的声量。他也希望他先进入市政府，在市议会等蔡立青跟童小云到议会去质询他，希望蔡立青加油。嘉隆界确定被提名选担市长，两位主角拢也未过招，议员参选人已经开始搬版面。台南新闻，阮志玲跟采访报道。